要搜寻有音乐的 music 的影片哦，把这个影片标题全选复制，然后要贴到那个 YouTube 频道社群，贴 YouTube 频道哦，进入频道，右上角频道，进入自己的频道社群。社群贴发布，来点按 music，并变成可以凹连接了。968万部哦，标签 music 了。英文的标题啊比较多。